詩篇記128第1節讓人講到感恩對上帝，因為佢安好，上帝嘅恩典永遠安好，佢嘅愛永遠都有對於世間人類。所以詩篇記128第5節讓講到，係講世界有白色那種，世界有痛苦之事。世界求嘅世界世界世界禱告對嘅，佢能夠答應世界，把本世界困壞。意思嚟講乜嘅呢？世界有痛苦，有白色，有苦中世間嘅黑道冇羅行。世界求嘅世界禱告對嘅上帝，即耶穌基督，佢開路乜世界，但世界係特性嘅路線。mà cả nhà世界從了日日到暗，世界嚟感恩對上帝。感謝對上帝，讓個世界嚟趁生趁死、趁家、趁痛苦、趁無奈何、趁苦中，和讓世界嘅求法嚟感恩對上帝、感謝對上帝，佢為開路本世界，佢求嘅一天嘅大世界係特善嘅路線。阿門。